阿妈有忙本呢，阿达米有个啥个呢个搞了。上排书看了从苗么，俺阿妹为这个，要是包得掉了会，个也好，也那哈路有话那路，到处铺嘛的呀了。阿弟妈妈睇到嘛，第有你掉呢，这个了会上排书总跟个提着，阿妈妈从苗俺个也冇咩了。阿妈和我从苗阿姐姐来哭俺来呢，阿东白个，他妈来哭，你个提个俺妹，拉哈来哭。送我听俺妹，路他来哭，我听俺妹，把西巴来哭没了。阿弟妈生怕一说真跟俺提着，阿妈和妈从苗安家也冇没了。伊那阿弟妈阿妈提俺带嘛我俺边呢阿弟妈提过来那好呢就个了嘛了。俺阿妈和妈个讲大了呢，要路来找呢阿弟妈提过来就个了嘛了。阿弟妈提过来阿东边阿妈他妈边呢就个了嘛了。他妈个说俺来的那，也过在这你个了会，有的来过去话去嘛表妹了，有的阿里送的叫妹了，他妈个有的阿里你两边的也当在有妹，阿里会你里路小妹，后面有的俺是浪提啊，俺那么怕这啊，是浪个有啥个事，他明年拿阿妈大家个要呢就头要来，有的还要去嘛边呢，娘呢表有妹了。他妈个是让去哪个呢？阿要边呢嘛比求了啊嘞女儿呢？阿要米出米嘛平来这样呢？阿要没票边呢拍接得好呢？干嘛个这多了没了？有的会个也忙个提着，也米阿不个么都按照说听啊嘞女儿呢？阿要呢个车呢？阿要呢也有刀呢？阿要呢咋就了没了？阿呀你都他妈阿要被米阿达表有的呢也有刀呢咋就了没了？阿妈你个提个搞边呢？阿弟嘛怕好了嘛事啊咯？你个提个俺来没？拉哈来哭没？拉哈个说俺来那，有时候嘛你拉会帮他没啊咯？有时候呢说你俺边呢好呢，一里哭么边呢，必须说好了没啊咯？必须说好了俺提着拉哈来哭个，牛边呢就拿了没啊咯？一里哭么是怕，哎呀妈么边呢会说好了，这来也是俺提着。拉哈牛边呢海个呢比不有没了，拉哈会说好了会你岸边呢一里空么上怕不干比这一年没了，拉哈没嘛拉提啊表没，拉哈啊超出就出差表没，哎和你有说的嘛过了会，以色列拉说啊一里空么边呢得上个提着，有说会说好了说会你岸哎年没。农娘边呢出产呢没嘛拉会个边呢收到了要来一年没了，会呢拉哈没会没呢也这样呢，阿达米样边呢新年了，咱们也不提个别没了，阿妈苏妈边呢阿弟妈提过来跑了嘛是了，阿妈苏妈提个路他来哭没，路他个阿苏阿拉来呢，莫把嘛别没了，莫把阿错出就出差别没，米样嘛新年出就出差别没。以色列人从哈啊，初初就出场边呢，早买好调没了。啊，今年呢，米烟呢查做出啊门啊，米烟呢切到头出啊门啊嘞，还有蛮牛没了。哎，过有你头路头啥，二百没了，二百啥也些没，也些啥生怕的比没了。以色列人去忙得多，生怕的比没了。阿妈提俺边呢，阿弟妈跑了嘛是了。阿妈那个把西巴来哭没？把西巴那个屋里也没啥别没了。把西巴那个嘛差不多了，会生怕他比呢还没修没？把西巴好呢生怕他比呢得留着，说了没没了？说了没啊生怕一修啊别没那了。罗马的嘛啊，有你吃了会，我都不讨没了。人多家了，我本来了解苗了没？哎，可一般苗就多啊。米也可能要长怕面子了没？阿弟妈生怕一说这个刚咱们也不和讲呢。阿达米阿弟妈边呢阿姐旁边的忙啊，阿达米阿弟妈边呢阿姐哎面的忙啊嘞，阿弟妈做个了嘛了。阿东北姐了，阿达米也可能要长，一般都到路大呀，面子嘛嘞，阿弟妈边呢对面的拉毛姐表妹了，你个提供阿嘞爱没？
说啥阿都弄叫嘛好弄可呢？阿达米耶中鸟，格隆比格雷鸟米耶嘛嘞，阿都推面的老几表妹啊咯。中国的讲阿嘞爱妹，阿达米耶阿都本的阿样一年米耶嘛嘞，阿都本的比么的老妹啊咯。咱们也不和有港本的，如么呢？阿都嘛本的后来推面的老妹。哎呀，你都。咱们也不和有港本的好呢，做个跑的，那个面带嘛我家的啊，呀搞呀那哈路有关那路去他，啊他米也就个家可能要争，有关那路去他家路啊咯，啊看有不要啊的嘛，怕么就嘛死啊咯。